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3月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同款是家人来看，有一个40岁公车司机，昨下晡驶到半路，身体无爽快。这个司机是经过前方，先把车停伫路边，人才昏去。车顶的民众发现警察救护车，甲人送病院抢救。下晡5点外，基隆市8路线公车为7度驶向幸福花城，再到大花桥头附近的时阵，40岁姓陈的驾驶发现身体好亲像无事时，并尽快来将车停在大花桥了后，就昏倒伫驾驶座。车豆豆出了后停落来，车顶的乘客发现头前的司机好亲像故乡，马上报警。向前协助，想要将其扶起来。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将姓陈的司机先送去拓工病院，佮转送家人重金救治。73年厝的司机家属接到消息了后，到病院正着急咧等待。目前姓陈司机犹原咧昏迷当中。家人市府表示，姓陈的驾驶救全车，暗过人还伫昏迷，请大家为伊接气，希望伊较早好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潭子昨透早有一个读国校的查某囡仔，行伫过路线顶悬，随后一台修旅车弄一个飞出去，规身躯是切甲全伤，加在无性命危险。警方表示，这个驾驶无让过路人，上当会当罚36000块，吊扣驾照1年。将红色衫的囡仔当准备要行斑马线过车路，但是一台修理车驶到真紧过来，看到查某囡仔已经袂赴，甲查某囡仔规个弄甲飞出去。边仔导护志工妈妈较紧过来，店家嘛斗相共甲沙甲笋拆出来，避免佫发生二次事故。因为他早上前方是有设置爱心导护啦，只是当下没有办法，就是分身乏术这样。而到早起7点外，伫台中潭子复兴路一段，这个10岁细汉的查某囡仔当要去学校，就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救护车较紧甲查某囡仔送病院，好甲早伊敢若切伤尔。附近的民众讲，这个所在是定发生车祸。上水的时间比较多，可能是家长都比较赶，对，他这样速度有可能都骑比较快。那导护志工有看到姐姐，那有示意叫她等一下，但是因为姐姐急着要过马路，所以她就往前移动到下一个斑马线。学校讲会加强上下课的导护人力，来确保学生的安全。当来到意外的现场，这条路边有真侪店家，车流量是真大。头仔口虽然有设行船线，但是无交通号志，真侪车对这过去拢无减速。警方初步排除这肇事的姓罗的查某驾驶有啉酒驶车，不过伫依无让行人先行的部分，会依法甲罚。自单举发，处新台币72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致人受伤者，吊扣驾驶执照1年。警方呼吁驾驶人若经过无号志的行船线，嘛是爱放慢车速，注意状况。政府嘛进行会勘，建议看敢需要补强号志也是警示，避免意外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按算6月开始，甲考机车驾照的难度有悬。不过，即马查到一个违法的集团，专门咧替人考驾照，为体检逼试到路考拢总包。就有一个姓温的查甫人，路考几若届拢无过，就开9万块找人替伊考试。即马一审互依照户籍法，互判刑2个月。去监理站骑车考驾照，伫线并行，当店才阁骑，拢是考题之一。若毋着伤济互扣分，都无缘摕到驾照，后回才阁来考。我刚忘记打方向灯，然后脚不小心离地。他在笔试方面会有？我觉得还好诶。考起机车的驾照，一般敢来当考家己。即马所标出有代考驾照的集团，为体检、笔试、术考、替考生规盘服务到底，一届收费1万多块。109年的11月，来代考之后，又在110年的1月，那后来我们的同仁，眼尖有发现，是同样一个人。提出执照登记书。物件内底相片的人甲资料写的名，并不是同一个人。原来一个姓温的查甫人，几啊届路考拢考无过，开9万找枪手。不法集团篡改伊身份证的相片，找人代考了后，成功摕到汽机车的驾照。一直到监理人员发现同一个人真接来考驾照，才发现有各样。经本院审酌被告3人所为，均影响户政机关对于身份查核的正确性。及监理机关对驾驶执照核发之正确性。一审以户籍法，甲这个姓温的查甫人判2个月。不法集团的2个成员，一个判2个月，一个判3个月。
也若说市的主模是已经过身，伊无起诉处分。不过，这种问题不时的出现，监理单位的作业敢是有漏棚。我们在身份证的检核里面，是即使透过户役证的连线，不管它是不是补发或者是换领换发。公路局强调讲，已经要求当人加强身份的查核，嘛甲户政单位串联核对资料。面对交通的乱象，交通部按算要提悬考驾照的难度，嘛不离找人代考买当过关，相关的政策恐惊嘛无法度发挥作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三重埔的建案乌破连续壁，害隔壁的楼仔厝起起，相关单位检测了后，确定安全无问题，暂予住户登去处理。那新北市府昨暝办说明会，不过住户认为市府干那派区公所的区长参加，因批评市府无够认真。新北三重埔大楼出现案件，市府办是暗时伫区公所办说明会，不过住户离场时阵的心情对结果好亲像无较大满意。光拍天就是来解决啊，就赚一盒蛋糕啊。说真的，他们讲的越深奥，我就越听不懂啊。但是问题是说，希望每个住户的希望就是政府一定要站在我们这边。住户承认现场气氛有寡紧张，要住户积极。同款的案件由台北市长蒋万安出面主持说明，新北市区公所区长批评市府排出残旧伤过低。只是住户的认为跟他们可能会有落差了啊。当然，因为对口，我是觉得成绩太低了。有人批评市府无提供安心数据，市府到即马只向安全范围内带过，不过拜市透早，一家伙大包小包将物件搬回去，因为发生代志3天了后，总算能回去。会不会这个有点担心呢？不会，好，家里的状况也好。应该还好，我们昨天有看过。那袂惊，迄厝歹，我那袂惊。有人阁发现头壳的泰路被开，甚至变锁门拢无法度关。有人因为厝伤过厝，只好先搬物件转去，也是继续住旅馆，阁烦恼厝价受影响。新北土木技术工会继续检测鉴定，经过各方鉴定，认为厝安全，侵蚀率拢在法定范围内。整个监控的趋势当然就是持续的稳定，而且所谓的稳定就是说没有在异常的状态发生。那就房屋的一个倾斜率这个房屋其实都是在可以使用的范围之内。专案影响范围，新北市消防局统计有28户86人，目前建商先户住户2万。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会协助受灾户对厂商追究赔偿甲法律责任。建案有关天眼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内政部长林佑昌公布国内买厝虚平制度的改革法案，把停车位列做专有部分，有独立的产权，电梯免算入去量级内底。林佑昌表示，新法施行了后，公司的比例会当降到25%到30%。来看中国时报，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上新的预测，预估今年经济成长率有3.43%，是最近3年上好的数字。主计长朱德明表示，今年景气有豆豆变好。再来看联合报，美国新闻周刊和全球数据公司合作，针对30个国家公开的资料，评比全球上好的病院。国内有35间病院接受评比，台北的人民总病院有排入去218名。根据台湾上新的病院评鉴，为3月1日今仔日开始。台北主治病院、祥和病院、甲台大新德分院，拢会升做医学中心。这嘛表示，转诊的制度、医疗技术等等，拢会更较好。不过嘛，代表挂号要加纳180块，急诊嘛会起350块。原本4年一摆的病院评鉴，因为疫情影响，拖到今年才公布。其中台北区的主治甲祥和，抑个北区台大新德分院，拢伫3月7日开始升做医学中心。期待监医、亚太护医、土城病院、台大监医中心分院是被动为地区病院升格做区域病院，唯一为区域病院降级做地区病院是台南新楼麻豆病院。就新楼医院来讲的话，它如果变成地区医院，当然它的部分负担会降低嘛，在地的民众就医这个是有帮忙的，而且新楼它也承诺说它的医疗各方面的设施啊，跟这个专科人力啊，都不会有任何的缩减。
虽然对民众来讲，部分病院先做医学中心或者是升级区域病院了后，包含转诊制度、就医技术等信赖度拢会提悬。啊，不过钱地啊也求水，因为升定了后，门诊费起160到180，急诊调整是加起250或者是350。生病的人又不是愿意自己生病的，所以这种应该不能调涨。薪水跟不上涨价的速度，小兵就诊所看一看就好。评鉴就是表示说，他就有到达这样的标准了，而不是说评鉴那时候有那个标准而已，而是能够继续maintain继续维持下去。这要花的人力物力其实是辛苦的。啊，不过台湾社区病医协会也提醒，在健保总额控制之下，分级医疗各地无法度落实，严重扼杀地区病院的生存空间。即马地区病院家属已经为健保开办的时阵超过600间，甲即马差不多只剩一半，有甚至转做诊所或者是结束营业。若个风景恶化，地区病院更加落差，会严重影响偏乡民众就医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强烈大陆冷气团到地，各地头拢寒死死。气象署针对苗栗以北6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温度上低是无到10度。这2日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北部、中部甲宜兰低温从10度到12度，而且华南喷雨区刷向台湾，地区水汽增加。北部、东北部甲中部的山区拢会落雨，基隆北海岸甲中部以北的山区雨会落较粗。若北部、宜兰和各地山区这2日天气湿冷，南部甲花莲台东拜6的温度嘛会降低。预计这阵冷气团会影响到后礼拜1。昨下晡，嘉义的太保发生规模4.9的浅层地震，台中、彰化到台南拢有感觉。虽然地震无造成伤亡，不过学者认为讲引起这届地震的逆冲断层和梅山断层，或者是嘉义前沿的构造，拢无直接的关系。恐惊这搭有还未发现的断层伫下骹底。八个商品因为地震海来海去，哪拢海甲落落来。嘉义至到下晡1:26发生地震，卖场的员工因为忽然间海甲遮大，但是惊一个，嘛较紧走去看火架的状况。上下的很恐怖啊，上下都这样。炖一个，炖一个啦，2个啦。新顶悬下骹海扫落来是正平倒平海，互想要入去卖场的民众骹步拢冻掉。这个地震的震央是伫嘉义的太保，规模4.9，深度敢若14.5公里，算是极浅层的地震。嘉义、云林和彰化这部分中南部地区拢出现3级到4级的震度。台湾处于那个板块交界带，那在东部这边呢，它板块向西北方推挤，那这个应力呢会从东边转移到西边那边去，那造成西部有一些破碎带的情形发生。学者初判这摆地震是逆冲为主，但安尼就和走向以除扫为主的梅山断层无关系，嘛和嘉义的前沿构造无关系，就是讲这个区域有可能有也唔知影的盲断层。如果我们选择是一个往东倾的一个机制节的话呢，这个地震它的延伸出来的断层破裂应该要到这个位置，也就是在外海的一个位置哦。所以呢，目前的一个初步判断来讲的话呢，它跟这个所谓的嘉义前缘构造呢，应该是没有太直接的一个关系。因为伫1月才传出台积电有可能伫个嘉义太保的嘉义科学园区来设厂，学者嘛警告业者应该注意这个地区的地震活动度，做好完善规划来因应未来地震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要继续烧战，加沙地区的死亡人数超过3万。不过，以色列军队自告向加沙地区一阵当咧领物资的巴勒斯坦人开枪，造成104个人死亡。不过，以色列说讲，这阵人是因为相抢物资、快做伙，才会人打死人。那美国总统拜登烦恼这件代志，会害停战的协议更加歹瞧。لشمال قطاع غزة طريق شارع رشيد شارع البحر 30台卡车造成的援助物资车队到位，长期摇起的加沙百姓，拢冲过去，想要到死神就伫干前。ناس قدامي ما قد تتصاوب وناس ورايا وما قد تنطخ ناس ببوسها وناس بايديها وناس برجليها سيبنا الكراتين。以色列用影片自称表示无攻击援助车队，是咧指挥人道行动。The tanks that were there to secure the convoy sees the Gazans being trampled and cautiously tries to disperse the mob with a few warning shots.
哈马斯声明谴责以色列，佮表示被温准敌人利用谈判掩护继续犯的罪行，根据援助组织，但以军协调困难，这对行动一直在继续，公共地区混乱，无甲可能运送物资进入加沙，抓捕群众，花车队之外全部冲起来。联合国表示，加沙230万巴勒斯坦人当中有1/4拢在摇巴岛，并且人逃离家园。这事件超过100人死亡，有人大死，有人听到枪声，行到两车底，火车告死。加沙卫生部门都发布以下冲突以来死亡统计超过300，控诉这案件是大屠杀。沙特阿拉伯、埃及跟约旦指控以色列将手无寸铁的百姓当作攻击目标，可以增加人道援助的秘密通道。佢希望国际社会果断行动，是按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赶紧达成停火协议。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本市会长编译。法国的参议院通过决议，把打台权写入去宪法内底。若算后礼拜两院的表决嘛通过，法国就会成做全世界头一个用宪法保障打台权的国家。女性议员当做会700赛庆祝这真无简单的进展。法国参议院自被以267票赞成、50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将女性对提权写入宪法。那因伫下礼拜两院表决当中过关，法国会成做全球第一个有宪法保障提囡仔自由的国家。On a fait la démonstration aujourd'hui que les féministes sont plus fortes et on a fait un pas extraordinaire pour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fondamentaux, un pas extraordinaire pour les Françaises, mais aussi un pas extraordinaire pour toutes les femmes dans le monde. 为1974年开始，对提权在法国是合法。在201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罗素韦德案，对提权合法的裁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甲真济个国会议员推动将对提权写入法国宪法。政府主张爱透过修改宪法第34条，明确将妇女对提权纳入宪法保障的自由。不过左右派议员则对权利也是自由条文细节意见不同。相关法案真济摆伫参议院卡掉咧，所以这一摆法案得到参议院同意，对普遍支持对提权入宪的法国社会来讲有重大意义。Donc tant mieux, les choses sont faites. Donc c'est une évolution incontestablement qui s'est faite, y compris dans les têtes d'un certain nombre de parlementaires qui ont choisi parfois de modifier leur vote. 法国国会当中无任何一个政党反对对提权，国民议会今年1月就用压倒性票数通过入宪提案，再限需要伫下礼拜4国会两院合并投票当中，摕到3%多数同意，将正式进行修宪。公司新闻杨岩编译。今仔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孟加拉的首都达卡有一栋社区大楼着火。虽然火已经控制掉，不过火是为餐厅开始倒，互规栋拢烧起来。上无有43个人过身，几若10个人还阁掉伫内底。来看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几日讲北约可能会派部队去乌克兰，引起国际关心。一寡成员国是紧背回讲无一个拍算。不过即阵爱沙尼亚的总理刷电倒兵，伊讲为着卖互罗西亚拍赢战争，要派兵嘛是有可能的。来看美国威斯康辛州的众议会通过决议，支持台湾关系法，支持台美签贸易协定，嘛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这是头一摆伫同一个会期，即通过友台决议2届。来看欧洲议会是搁再表明挺台湾的立场，通过2项欧盟外交安全政策的年度评估报告，其中是强调台湾和中国无属一对方。敢若台湾的民选政府会当代表台湾的人民。欧洲议会嘛批评中国想要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咱外交部是感谢欧洲议会用实际行动支持台湾。俄战争2年无看到停止，伫美国增加援乌600亿美金资金的法案无进度。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伫欧洲会议演说佮出招，呼吁用俄国方冻结资产收益。军援乌克兰。There could be no stronger symbol and no greater use for that money than to make Ukraine
and all of Europe a safer place to live. 欧洲议会也展现挺大力度，预备通过欧盟共同外交甲安全政策、参共同安全甲防御政策两项年度报告。除了关注俄乌战争，也高度重视台湾局势，强调台湾甲中国互相无隶属。中国假信息破坏台湾民主，谴责中国军事惹事台湾，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中国领土声明无有国际法基础，佮表示反对改变台海现状，重视台湾全球供应链的角度，支持台欧投资协议，呼吁签署双边投资协定 BIA。欧洲议会强调，只有台湾民选的政府会当伫国际舞台代表台湾人民。重申台湾为欧盟在印太地区重要的关键伙伴，鼓励欧盟会员国增加在台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对此，外交部表示欢迎以及诚挚的感谢。针对欧洲议会2年来通过超过20项友台决议，用具体行动支持台湾。外交部表示，诚挚感谢。那咱国太平洋友邦图瓦卢完成国会改选，新政府上任，公布21项首要任务。佮表示，甲台湾的邦交是关系无变，会拍拼发展甲台湾长久的特殊关系，为台陆关系助力共新疆。我们从图瓦卢的总理对台湾友好、深化稳定关系的发言，再到欧洲议会正式的2份外交安全的官方报告，都证实了台湾正在对的道路上前进。李伟表示，欧洲议会甲图瓦卢的友台立场，代表台湾行伫对的道路。外交部表示，台陆建交45年来，邦交稳固。必须亲兄弟，台湾会继续深化甲图瓦卢的合作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快艇并船造成2个中国渔民死亡。中国人员甲咱的海巡署昨继续伫金门召开第11届协商，不过还是无共识。海巡署认定这是正单纯的执法个案，无打算要用书面的方式回实例。另外，行政院长陈建仁特别出声，甲海委会主委管碧玲相挺。伊讲，伊会全力支持海巡执法，卖提供受难者人道协助。副主任是不是同意这个公开道歉改成这个书面致歉？面对镜头无讲话，中国人员真正家己回其实，中国快艇并船案2死相关金下水和金融局势，双方29伫金门早起下昼各展开第10甲第11摆的闭门协商，不过双方离开的时拢面色沉重。这过程不顺利吗？海巡署副署长柯正基对敢是处理共识、签署递欠文件、付费金等拢无回答。海巡署也强调，这是单纯执法个案，无开会书面道歉。尤其各台湾立委党委批评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行政院陈建仁也发声相挺。我要特别感谢我们海委会管主委的这个辛劳，他带领了整个海巡署做很多的沟通协调那我想最近呢，他也受到了一些的委屈了。那本署是完全是依法来执行职务，依照目前客观的我们的调查的客观证据显示，并没有同仁的疏失责任，所以目前我们没有书面道歉的这个规划。陈建仁要求法务部加速侦办厘清责任，并对人质作战爱就事论事，佮提供受难者人道抚慰。另外，海基会伫事发第一时间就发函予海协会，也毋过互人意图不回，又还是派人去金门提供家属协助，包括本署严正关怀照顾。这起不幸的事件本会向家属表达慰问跟关怀，在他们停留期间，也随时关注提供必要的协助。针对并船案还未结束，国民党副主席郝立言带团访问中国。国民党证实郝立言29暗会甲国台办主任宋涛伫上海会面，外界预期双方会洽到金厦海峡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观光署的统计，疫情进前2019年来台湾的外国旅客是1184万人次，不过去年底却是剩648万人次。学者认为，观光客减少，被判手的店家会愈来愈歹生存。亲像台中大甲的老牌饼店如振兴，就宣布讲，伫台北101的专柜要收起来，干那做到昨尔。潘公公的碰饼是真侪外国旅客来台湾一定会买破手，不过业者煞向宣布讲，台北101专柜干那开到2月29。虽然理由是店租合约到期，不过去观光客较接期的台北西门町，外国旅客是袂少。
想要买物件大部分是假释或者是糕仔饼。会看一下哪里有，我们就去买。凤梨酥啦，还有太阳饼啊。亲像往来所等等真出名的台湾特产，是真受外国旅客欢迎。不过西门町的番仔讲，即卖外国旅客来买已经无遐济，请在顾看无要买。现在日本客也没有了，韩国也不会买我们的东西，像东南亚那么亚热带的，他们宁可冻死，他们也不买。花莲的好山好水，真侪外国旅客拢真爱来，会搭国际邮轮来佚佗。花莲港的这个旅客会越来越多，那预估我们今年的整个邮轮的产值大概会有156万美金。不过根据观光署的统计，疫情进前108年，迄当阵来台湾的外国旅客有1184万人次，中国甲日本拢超过200万人次，港澳是175万人次。不过疫情了后，去年来台湾的旅客总数敢若剩648万人次，中国旅客敢若22万人次，日本嘛降到92万人次，港澳是无到120万人次。中国的旅客大量减少，大概只有疫情前的8%而已。那日本旅客也是只有43%，那增加比较多是香港客人跟东南亚客人。疫情了后，观光的商机渐渐恢复，不过成本嘛加悬。根据品保协会公布的资料，今年第二季各线旅行团的价格拢起，东南亚比去年同期起10%至15%，韩国起15%，美加起10%至20%，纽澳起8%。想要进行观光，政府唔但爱吸引国际旅客，嘛爱刺激国内观光，才会当提悬瑞士的经济甲发展。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的中义里最近有真侪里民皮肤拢红红肿肿，阁会痒，甚至是上家爱去互医生看，因为社区的公园出现上清者刺毛仔虫，甚至阁会扫起真人的厝内。里长讲，今年因为寒冷较温暖，无落雨，这刺毛仔虫才会生甲遮济。公所嘛继续来除药防治。公园内面有几若只黄色，阁有毛的刺毛虫。若是我医生经摸到刺毛，皮肤肯定会肿肿痒痒。这是小白蚊毒液的幼虫，也有人叫伊刺毛狗虫。最近有上千只出现伫凤山中义里，里面拢真惊吓，因为伊的刺毛有毒，就里面皮肤是上家爱去看医生，甚至有空喙，这也影响附近10几户的住户。安尼清吼，差不多每天拢有差不多100只啦。遮就迄个夹一下嘛，迄落来无，好无？遮无一点。甚至呢，嘛爬去你到因的二楼，二楼你若放窗若无关的人的哦，甚至烧去要因的房间内。李长讲，这种刺毛狗虫逐年都会出现，不过今年数量特别多，可能是因为暖冬阁无落雨，因为去年底就发现狗蛋有上千只，是上侪一届。凤山区的副区长表示，这种虫主要会吸树仔汁、食叶仔，伫当年2月到5月会生炭。比较容易大爆发，就是伫咱这个2月到5月这个中间。所以因为可能是中义里活动中心附近遐树种的关系，所以小白蚊都有作用于伫遐产生。凤山区公所接到通报，27已经将厂商来转药啊，虫的数量较降，按算后礼拜搁爱转第2道。农业局也会请专家进行树仔的防治，以免刺毛虫搁传到其他的所在。记者中义会区招用高雄报道。逐年的春天，就是草青牛仔过冬了后，要开始放卵的时阵。这种草青牛仔主要会觅伫乃子树，阁有景景树顶悬。彰化县的山脚路这搭是乃子甲景景重要的产区，农民即阵嘛加强巡视甲防治，避免草青牛仔灾情又搁举起来。农民上细伫公园巡视，就是要找专门会觅伫乃子树甲灵应树的草青牛仔，华语在讲的地质春香。当年春天就是这种草青牛仔被生炭的时阵。真够炭，伊一味14粒，你若愈出，可要这个人若放14粒的只吼，出来爱袂飞咧吼，会加这花果，会甲树加花果。咱人惊伊的肉，伊无喙袂共加。所以惊尿滴落，滴尿酸甲咱盐酸共款盐酸之类，
地会放下。外来种的草青菇啊，2009年出现伫高雄，2019年传到全台湾。若出现伫果树，就连路树也拢有草青菇的影子。为着消灭草青菇啊，农业部为2019年开始执行全国整合防治计划，为即马开始到3月初7，是中部地区的共同化学防治期。咱是希望讲化学药剂的喷施啊，吼，在喷啊，吼，会使做到一个讲，大家拢同齐去摕到药啊，同齐伫这个阶段吼，做阵去喷安尼。旧年嘛是免费吼，送农民这种药啊，安尼去做防治，所以就达到讲有史以来防治的这个状况是上好的一年。中华县政府表示，这几年草青菇啊疫情已经有控制掉，但是春天是草青菇啊过冬线开始进行的时阵，呼吁农民爱加强果园的自主管理，做好防治工作。假使发现大量的草青菇啊，爱赶紧通报相关单位，避免疫情搁压起来。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公视台语台头一出时代剧《盐水大饭店》展开放送记者会。这出戏是以美丽岛事件做背景，改编成农委会副主委戴金尧的少年时代。伊和一群好朋友面前咧追求民主改革故事。毋那电视会当看，观众伫 Netflix 和公视 Plus 拢会当看到。啊，那文化部长苏德也肯定盐水大饭店甲历史影视化成果。欢迎来到盐水大饭店。这是煲，加一寡盐水。因咧甲你用的时阵，你一定要想上水的物件，上幸福的代志。电视剧《盐水大饭店》剧名讲的毋是真正的大饭店，是在讲以前坐港的人敢会当食饭叫盐水。这是公视台语台第一出时代剧，以美丽岛事件做背景，改编自前农委会副主委戴金尧少年时代和一群好朋友积极追求民主改革的故事。两位共同导演表示，因毋若做电影调查，嘛真讲究台语和多语言的呈现，毋望互观众看到上好的作品。唔敢讲指标啦，吼，但是我想咱是会当建立一个真高品质啊，表演好啊，技术的部门拢真好。这部戏反正有我在，一定会呈现语言的多元。这部戏里面除了台语以外，还有华语，当然少不了哈嘎发啊，就大家看的时候可以看看，欢迎大家来看。公视台语台做这出电视剧《盐水大饭店》，毋望甲台语推向主流化，为着要互愈侪人看到有一个台语作品，这出戏卖伫 Netflix 平台和公视 Plus 放送。文化部长苏提嘛肯定历史的影视化，希望各大电视台拢会当一步一步走向深度的内容制作，拍开台湾影视产业的国际合作。长期咱拢希望讲台湾历史能够戏剧化，文本能够影视化，这个是很好的代表。最重要是台语能够主流化。盐水大饭店这出电视剧自3月初3暗时8点开始，会伫咧台语台第14台放送，希望会当互大家来了解台湾的历史，看迄段民主运动上兴的年代，迄当时上可惜的目屎和上甜的美梦。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盐水大饭店是改编前农委会副主委戴金尧少年时代故事，伊一世人为着农民争取权益。亲像老农津贴的条例、农渔子女奖助学金等等，拢是伊用过做立委的政绩，以改善真侪农渔民家庭的生活。戴金尧退休了后，转去高雄种田，不过犹原挂心农田水利组织的改革，有甲蔡总统提出真侪建议。戴金尧伫2017年因为癌症过身，才到70岁。会当讲戴金尧一世人拢是农业的运动者。台湾建立那富裕。唔是蒋介石个人一个功劳，是整个台湾2000万人民共同拍起来。1990年，农民立委戴金尧用台语质询当时的行政院长霍碧春，伊是国会头一个用台语质询的立委。戴金尧一生为农民争取权益，亲像劳动津贴条例、农渔子女奖助学金等等，拢是伊用过做立委的时提案通过的。伊的后生戴乃成自细汉就看老爸出入入为农民走总。这山甲咁要去鬼掠去啊！你搁要来甲我吞打，搁甲我糟蹋，吼！而且你毋是对我是种善待的正款是，
对我来就是压迫的政权，当然人民一定是会反弹嘛。戴金尧是高雄桥仔头人，厝内拢总是少年的时，就对民主改革、台湾独立这寡政治运动真有热情。32岁因为参与美丽岛事件坐监3冬，出狱了后，伫伊的农地创立农民教室，教农民安怎抗争，嘛将做民进党创党的党员，然后伫1989年当选立委为农民发声，尾仔嘛总靠农委会副主委。种老农年金啦、农民保险啦，水租啦，肥料价格啦，水利费改制啦，这差不多拢伊的政见。以台湾来讲，对农民贡献上介大的人，应该就是戴振尧。自2017年，为着要感谢戴金尧一世人为台湾所做的贡献，所以蔡总统办3场景城勋章表扬伊。不过，伊有关关心农电水利会组织的改革，向蔡总统提出建议。今年11月，戴金尧癌症过身，才到70岁，会使讲伊一世人拢是农业运动者。记者综合报道。白色恐怖纪录片找找唐德忠的导演甲制作团队，伫28即天暗时专工去到嘉义市的独立册店分享这出纪录片，嘛介绍这本册。导演讲，这出纪录片有真实生活甲历史人物的连结。找找唐德忠这本册嘛补充真侪纪录片无法度翕出来物件，希望透过纪录片佮有册内容，互民众了解唐德忠的一生。导演放上纪录片的预告，给大家看，分享拍这出纪录片的过程。导演讲，纪录片看煞过来看册，会当更较入捌1907年到1947年这段台湾的历史。有很多的史料的搜寻，或者是说还有很多的没有办法在影片中做很完整的陈述，然后我们就一直想说，那可能需要有一本台湾人观点的书，然后把这些东西、这些资料留下来。我知道有这个公园，知道这条路，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听过他的故事这样子，然后回去之后我就搜寻了，就是有关汤德章的资料，就发现有这个电影，就是这个要上映，对，所以我才来想，就很有兴趣，才来参加。2月28 77周年的暗时，找找唐德忠的制作团队伫嘉义市的独立册店举办分享会。导演讲，2月是一个震动的议题，不过这出影片是用无同的角度来讲故事。唐德忠的孙啊。本来想讲，伊即个唐德忠，那像是甲228，敢若甲228有关系。但是伊看即个影片了，伊讲，即个影片甲伊想象中的无啥共。这个片子竟然很明亮，这是他观影后的感觉。独立册店台湾图书室表示，透过导演的分享，才知影捌做过精彩唐德忠甲家己真侪所在、真侪人拢有连结。未来嘛会争取这出纪录片来遮放送。希望更较侪人知影唐德忠的一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一年一届客家人的节庆田冲日，为29早起伫新竹竹东举办闹热的彩鸡。现场阁为1965年开始举办到今，超过57年历史的台湾客家山歌比赛，这也已经成做竹东上重要的活动之一。穿客家传统服装，拿射鸡，拿跳舞，个人打扮成做事人牵牛，代表客家族群勤俭打拼的个性。嘛有学校老师特别带学生来参加活动。好玩，怎样好玩？大家都扮得很有趣。炒鱿鱼，对，客家小炒，对，然后我们运用了很多像这个有汤圆。对，那用了很多的那个客家美食当做我们这一次的主题的发想。我们也特别用环保的一些回收物，包括保丽龙啊，还有纸箱，来做一条祥荣献瑞。旧历正月20是客家天穿日，又搁号做补天节。第一天传统客家人拢会放下手边的工课，透过庆典来祈求未来风调雨顺。新竹县竹东地区，每年拢会举办热烈的活动。所谓的女娲补天，就是这一天，如果男孩子拿锄头，那个地面的水全部会流光光；女孩子拿针，来刺绣，这天空会破洞。所以这个时候，就男孩子不工作，女孩子也不工作，一起来听山歌，唱山歌。客家人平常勤俭，但伫歇困。天穿日这天，大家拢无做事，后来才有天穿日唱山歌的风俗。过年嘛会过到正月20的天穿日，才算年节结束。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推出全台湾头一个交响乐团连续演奏24点钟活动。今年是贝多芬的系列，除了演奏伊出名的交响曲，还有伊创作的歌剧作品。这届活动有邀请国内外350个音乐家做伙来挑战24点钟的演奏。互人合作乐声的贝多芬，毋但创作侪交响乐甲钢琴的演奏曲，这条《费德里奥》第16条中曲，也是伊唯一歌剧作品。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是全台头一个举办24点钟音乐马拉松的活动。今年第3年的主题是贝多芬，毋但为听众演奏贝多芬创作9条的交响曲，搁伫演出真正的用音乐会形式来演奏贝多芬唯一的歌剧作品。这个24个小时都要呈现给大家。我们有大型的交响乐，我们也有少数人的室内乐，那另外还有独奏的曲子。我们在这场音乐会要演出贝多芬的歌剧《费代里欧》，那这一出歌剧也是贝多芬唯一一个完成的这个歌剧。这届拢总有350位音乐家做伙演出，拄好今年是第9号交响曲200周年，为着要互听众更较熟悉贝多芬，现场有一个装置叫做 AI 贝多芬，民众会使问伊有关贝多芬的任何代志，包括一寡日常生活的问题。哪一出是你最喜欢的呢？第9号交响曲最让我惊艳。所以 AI 贝多芬可以为你介绍他所有的交响曲，里面我们包含了生物辨识技术，包含了 OpenAI 的这一些智慧。这摆音乐节目是以管弦乐为主题，3月初1到初3都有演出，有买票票的民众嘛会使住伫卫武营内面一暝，连续24点钟来享受贝多芬音乐。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开讲机器人 AI 技术发展甲真紧 ，AI 嘛真做真热的话题。大学主讲相关的科系，嘛有真侪理组的学生拢抢要读。不过清华大学即马有推出课程，甲 AI 结合人文，互文组的学生嘛会当真做 AI 开发重要成员。甲无经过标点符号长句的稿本交互 ChatGPT， 就通利用生成式 AI 长句好势，人工智慧的开发应用愈来愈多元，嘛无应该只是理工科学生学习的专业。清华大学嘛帮文组学生开发相关的课程，学生是真有兴趣。我原本就是想说，在 AI 来冲击我之前，我应该要去主动的影响它。透过这堂课，我就发现到说，现在 AI 的模型其实相比英文，在中文的成熟度上面还是不太够，所以我就想说，我可以用中文系这个对语言学的了解，去融合它的一个叫自然语言处理的支线。吴定期望讲，利用中文系的专业协助 AI 开发，让中文的语言处理更加自然。清华大学去年就针对人文社科系开设 AI 工作坊，这学期搁再开5门课，要培养文组学生也加做 AI 开发的重要人物。那现在就慢慢越来越多这种陪伴老人的机器人。那这些机器人呢，它需要应用 AI 来去有这种感情上的情感上与人互动的这种可能性，人文社会人类学或者语言学就变成很重要。清华大学指出，学校要使用 AI 辅助教学，针对学生提供的答案，或者提出问题来辩论，刺激学生的思考，让 AI 加做辅助工具，协助新世代的学习甲创新。记者郭夏桂林台北报道。美国的迄出《玉梦城市》为1998年开始放送到2004年，有真侪观众拢爱看。原著小说的作家最近就挑战百老汇一个人搬戏，重现《玉梦城市》的创作历程。伊讲，不管女性敢有情伴，拢爱独立，爱有经济能力，爱会晓欣赏家己。Candice Bushnell. You probably know me as the OG Carrie Bradshaw. 玉梦都市作者坎蒂斯·布辛奈尔在舞台顶悬回顾创作剧中专栏作家凯莉·布雷肖甲三姐妹的历程，即马透过伊独有的趣味甲讲故事的方式，这出叫做《成功甲玉梦城市》的真实故事的单人舞台剧，看起来都亲像剧中人物凯莉的独白秀。
Hold on, I'm coming. Remember when sex was the opposite of what it is today? Number one, it was in person. It's about how I created Sex in the City. It's about my journey as really a single woman through the decades. 日本城市改编布希奈尔同名作品，伊将家己甲朋友的生活点滴甲感情故事，透过4个女性角色呈现。后来 HBO 拍成影集，剧中刻画都会女性伫遭找爱情甲友谊的情怀，佮找到自我的存在价值。无论生活悲喜有欢或者是大辛，女性用勇敢活落去，是主角的真实，引起观众共鸣，为影集甲电影拢造成话题。I'm really just enormously grateful that I am able to live an independent life and to pursue, my very important message to women, which is to be independent and to be your own Mr. Big. 35岁布希奈尔伫12年前结束10年婚姻，伊承认开复单身的日子有时阵感觉寂寞。透过线顶交友软体熟悉新朋友，进入中年了解生命历练，会不过对爱情是不是应该有结果放袂落。年岁愈大，伊认为应该按要紧的代志已经爱改变。My mother passed away from cancer before she was 70, so that'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about all the time. Like you don't know. You really don't know what the future will be, but the only thing you can do is, rely on yourself to sort of do your best through it, whatever life throws at you. 日本城市春天安算伫 Netflix 线顶串流平台放送，外界有个会个引起讨论热点。布希奈尔舞台剧伫美国巡演了后，选去英国过渡期。公司新闻张淑芬评价。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1度到12度。中部地区11度到17度，南部地区15度到27度，东部地区13度到21度，外岛地区7度到18度。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